什么人竟敢到金银钱庄来撒野？你可知道此地的主人是谁？不就是权力帮铁腕神魔傅天意吗？你们既然知道，那还不赶快滚！哼，我们不仅不滚，我们还要处死祸患。口气都不小，给我把他们剁碎了，扔到江里喂鱼！傅天一在哪儿？知道。36级走为上策，保命要紧。金银钱庄是你找人灭的？灭得好啊！这金银钱庄丧尽天良，作恶多端，早就该灭了。正常。多嘴！江边码头巨石上风雨中垂钓的人，他就是铁腕神魔傅天地。我都躲得远远的了，怎么还能遇到他？我的天哪！你们找大吗？老大早找到傅天意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他又瞒着我们独自冒险。你们别过来，危险！老大，你放心，我们绝不会插手的，就把最难的铁腕神魔留给你。老大加油！加油！到哪？哎呦，你们个猪脑子，给我这是讲什么哟？加油，老大！
加油！老大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原来我的潜意识对这身体之前练的武功有记忆。幻花剑法。防身用。裤衩，这不是我的码子。哎呀，绑在身上。没人能暗算我们唐门的人，你记住了，我们4个，一个都不会少。那你们4个，受死吧！老大，老大，都没事吧？没事，铁腕神魔，人如
一招漫天花雨剑，以剑身为暗器，更是以剑鞘为杀招，真是绝了！死了，老大，死了！老大，我们赢了，赢了！唐让，幸好你还在。我当然在啊！我居然用了萧家的武功，杀了这个傅天一。当然是用武功啊，不然还能用什么？我看啊，这权力帮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咱们今日杀了这铁腕神魔，明日就能把8大天王、19人魔全都给杀了。没错，把他们都杀光。8大天王19人魔。对了，原著中权力帮就是因为发现我们杀了傅天一，所以围攻萧家。不好！岳安超然，你们去弄点银子，堵住那个船夫的口啊！唐饶，你去买一艘小船，再弄一些火油来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呀？快点去，别问那么多废话了。哦，去啊去啊！走吧。真的死人了。我都做了些什么？我们这算不算是在毁尸灭迹？兄弟们，现在哪别想那么多，正好赶在天黑之前赶紧离开糍会。走！撤！客官，您菜齐了。哦，好嘞。伙计，客官，请慢用。辛苦了啊！嗨，来，这跑的应该够远了吧？总算能吃口安心的饭了。筷子，吃吧，兄弟们，来。话说，我们这明明是为武林除害，为什么搞得跟做贼一样？是啊，老大。过来。哎，还能为什么呀？怕死啊！怕死啊！我们什么时候怕过死啊？是啊。我跟你认识那么多年，头一次听你说你自己怕死。你是不是哪儿病了？一起来。我问你们，杀一个魔头划算，还是杀10个划算？那当然杀10个了。对啊。有句名言说得好，低调做人别飘。说的是啊。你们看啊，今天我们4个打1个魔头，才侥幸得胜。万一与下的权力帮魔头一起追过来怎么办？那我们肯定是得玩完的呀。所以，我们得暗度陈仓，悄悄的
壮大自己的实力，最后再慢慢的除暴安良。等我们有一定实力的话，再和权力帮叫板，到时候统统把他们给杀了。来，兄弟们，去，地点我请。有道理。真的饿死了。我明白了，大哥是想着储备力量，以后与权力帮正面开战。真不愧是吾辈之楷模，佩服。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？我知道了，老大，咱们之前说过那件事情，今天正是时候啊。是啊，老大，今天正是时候。对。这个老大的剧情就算了吧。怎么能算了呢，老大？3个月前你自己说的，等我们做完一件真正侠义之事后，就正式成立神州结义。唐柔，神州结义，不是景家四兄弟吗？老大，你这记性怎么回事？你自己说的，不要仅限于锦中，要结纳天下之义士，故而为神州结义。今日，便是我们神州结义之诞辰。原版的小酒水真够叛逆的啊！神州结义，这名字起的口气可不轻。大哥，这把刀消过毒吗？有针吗？针？啊？这个刀不会生锈了吧？怎么都这么猛啊？苍天在上，明月为鉴，神州结义，同生共死。他们俩真的吗？怎么了，老大？喝呀。喝。痛快，痛快！从今天起，我们神州结义就同生共死了。同生共死。是啊，老大。同生好说，共死就也没那个必要了吧？那倒也是。若真到了生死危机的那一天，我愿意把这生计让给老大。我也是，同意。你们一本正经的说什么胡话呢？来，起来手，起来手吧，都别跪着。我们是认真的。萧秋水真的值得你们这么信任吗？那年我初出唐门，遭歹人算计，是大哥不惜拼命引走歹人，我才得以逃出圣地。而那时的我，不过只是萍水相逢而已。老大，当初我和超然出门历练，好勇斗狠上了内溪，你当时只是碰巧路过，却在破庙里守了我们俩3天3夜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认定你是我生死相随的好大哥。老大，神州结义就是为侠义而生，只要老大在，那侠义就在。在。嘿呀，越说越不吉利了，都说什么胡话呢？你们既然都叫我老大，那也就是信任我。那么老大，
就有责任的好好照顾好你们。所以，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。没错，好好活着，好好活着，好好活着。我给你倒酒。哎，我先给老大倒酒。原来萧秋水竟是如此好意的伤我，我用他这个身份，不能辜负他们的期待。好，只要我能完成任务，就能回去。那在此之前，我便护好他们。你向唐柔剧透关键情节，影响故事走向。飞跃间警告惩罚开始，倒计时3、2、1。费雪人警告惩罚结束，下次发作将正式清空用户生命值。另外，从此刻起，剧情难度增加。难度增加？你还想怎么增加？你玩死我得了。我向唐柔剧透救下了他，费血姐就发作，要再来一次，就真的没命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权力帮见傅天意的死，围攻了萧家万岁。但我都已经处理了尸体，为什么还会梦到萧家被灭门？莫非事情还没完？无论怎样，还是要做足准备，不能让原主的悲剧再次发生。如果你能成为幻花剪裁成，就可以进入自己的大唐模式，魔点不再插上创造。那是不是我当上了幻花掌门，清除废血劫后，便可以由我主导故事走向？那岂不是皆大欢喜？到底要怎么当上掌门？改变故事的走向。想改变故事走向，也就容易多了。唐柔，
涵，左丘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老大，你是不是起得有点太早了？这早什么呀？太阳都晒到屁股了，还睡懒觉啊？老大，下雨了，我们还要出去吗？我和你们说啊，这个叫太阳雨，下我就不下了。快点，走了。不如就逍遥红尘里，跨越山海终有相遇。老大，看看这个吧。只是天涯未曾远离。无坚不摧的魔剑，这不就是个破水饺刀吗？还有那个加特什么机关，这不明摆着就是个弓筒。最离谱的是什么？是这个会教武功的大灰狼。哎呀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这个白狼为什么是黄色的？系统昨晚说要增加难度，意思是要收走我写的所有的外挂吗？那封了这么厉害的福袋 NPC， 更不会留给我了。老大，你这一大清早把我们叫起来，还没告诉我们到底要干嘛？其实我做这些吧，就是想当画画的掌门。啊？掌门？老大，你不会是在逗我们吧？掌门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武林中的声望。你大哥现在在锦中声望很高的。咱们这些年行侠仗义，也都是隐姓埋名。要在武林中比声望来说，你确实差你大哥挺多。哦，原来是要出名呀。那好办啊，那咱们炒作呗。啊？炒作？什么炒作？好，我的意思呢，就是搞一些噱头。简单比喻一下，比如，起一些让人耳目一新、厉害的绰号，四处宣扬，让江湖当中未见我人先闻我名。话不多说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现在就把这个江湖当中有头有脸、有声望的人都给大哥写下来，到时候我和他们比试一下。写下来？全都写下来？你确定吗？当然确定啊！上来，快点！别着凉了，来，小秋，来，小韩。什么鬼？这就真的很烦了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天降神经助玄令，八荒英雄尽俯首。
这又是什么鬼啊？这可不是鬼，这是武林至宝。你是说天下英雄令？没错。天下英雄令是由峨眉、武当、少林3大掌门用海外天降的陨石铸造而成。这传闻啊，燕狂徒还把武林绝学忘情天书也藏在了里面。要是老大能够拿到，确实能够明码武林。这英雄令在仙人关守将无极将军之母吴老夫人手里，现在整个江湖都在找吴老夫人的下落。咱们要找到英雄令中的忘情天书，又该从何找起啊？又是忘情天书。没当上掌门，就不能早于原文进度拿到秘籍。没拿到秘籍，不就当不上掌门了吗？那不就等于死循环吗？直接把我写死就得了呗。嘟囔什么呢？这么长远的事儿急什么？咱们先找个好地方开心开心。走了，老大。哎，拿着，唐让。不找风老了吗？先开心开心。哎，弟，咱们到底怎么决定？先走吧，哥。到了，就是这儿了。多好，真不错。这边。真好看啊！这支舞是先评的呢。哎，走啊，老大。甚好甚好，你跟我想的一样。老大，怎么样？这群芳院又号称小情怀，来往的侠客才子数不清。这场景设置，还原度确实高。老大，老大。老大，哎，你怎么看起来有点紧张？我觉得吧，哎呦，这不是左公子吗？好久不见了，给各位公子请安了。老板娘，给我找个安静的地方。好啊，来里边请。走吧，老大。快请，快请。红叶、青柳，哎，来啦！这都好生厉害，我竟然比不出来。就算我伤到无法动弹，想尽我的身，也要搭上命。
哎，老板，麻烦给这个包厢上货好酒。好，您稍等啊。让开！上车！让开！哎呦，哪来的爷？怎么来这儿动粗了？有人杀了我们的人，躲在这里，别碍事儿。走。权力帮，难道杀傅天一的事被他们知道了？都给我搜仔细点儿。是，让开！走，走，这边让开！哎呦，不能闯呀，各位爷！让开！是不是？让开！让开！这点，走。就来这么快？开门。不好意思啊，兄弟。借你的地方搂一下。疯了！他是我的福恩 NPC 疯了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老大，你怎么这么快，一个人全都打完了？你是在攒声望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大家快来看啊！幻花剑派三公子萧秋水行侠仗义，大家广为宣传。哦，广为宣传啊！他就是萧秋水啊，太威风了吧！啊，原来是他。是啊。萧秋水。幻花剑派，闭嘴！小子，你可知你救的是谁？这一下就把他给杀了，我都没看清啊！你救的是什么人？他是我的朋友，疯了。是我写的预备，没错。
见音如语，听雨见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你醒了？哎，别乱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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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受伤了。你是谁？哦，我问你，这块玉佩是不是你的？是。在下听雨见风浪。果然是你呀！这个鬼系统，总算干了一件人事。兄弟啊，人事啊，兄弟啊，兄弟！小心，小心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。我们先前见过吗？现在认识也不晚。来，我给你倒杯水。我问你啊，你师从何人？几岁练剑？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？来，喝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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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伤到脑子了？少侠是想从我这儿打听些什么消息吗？福袋遇到玩家被强制激活，有点死机，也有可能说得通。啊，福袋，我知道你武功高强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。你一直叫我福袋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一时半会没法和你解释啊。总之呢，你会帮我杀敌，给我宝贝，帮我出谋划策。最重要的是，帮我当上掌门。怎么样？你是不是一见到我就特别想要保护我？什么事情都愿意为我死心塌地的去做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一见到你，就感觉你好像活不长的样子。奇怪，我显得风狼，不仅四处帮我找无极仙丹，甚至将毕生的功力都给了我。怎么现在这个设定有点不同了呀？你是不是还没拿我当朋友啊？我该拿你当朋友吗？不是朋友。难道福袋还没有被激活？放心，你现在不把我当朋友，以后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
不过，眼下最重要的，先治好你的伤。水在那儿，你自己倒啊，我先去给你找个郎中。风狼，萧秋生。风公子的外伤不重，只是他体内所中之毒，好像是天绝世矛。天绝世矛，无毒之毒，唯有同用无毒之毒方可解。权力帮境下如此狠手，鳕鱼姐的医术很高，要不老大，你带她回幻花一支。他的毒3日内便要发作，来不及了。3日之内？那怎么办？哎，老大，我知道一个去处，百酿山庄。听闻他们庄主以酿奇酒闻名，其中有一种叫醉黄泉的酒，可以让人顷刻醉死，算得上是无毒之毒。这个方法可行。百酿山庄离这儿也就半日路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哎，不，老大，那个风朗他到底是谁啊？你救了他，现在又要医治他。这济困扶危，总是我们该做的嘛。老大，你不太对劲儿。玉涵，现在没有办法和你解释这么多了。眼下江湖动乱，老大自然要找一些为我做事的人。好了，不说这么多了，出发。风兄，你再坚持一下，很快就到了。与我萍水相逢，萧兄为何如此仗义？这个怎么和你解释呢？可能我说了，你也不太会明白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得激活我们之间的友谊。与我交朋友，有这么重要吗？怎么说呢，风兄？这江湖是不是活着很难？确实不易。是吧？我来到这里的时候，真是步步艰难。想到以后还有更多的难关，我真是想想都后怕。算了，现在不想这么多了。只要我们成为了朋友之后，互相扶持，才能在这个讨厌的江湖走得更远一些。原来如此。这我身上的龙王血，风老便是你的朋友。你怎么笑得这么不自然？来，给你饭。这是啊，一言为定。哈，算了。小秋，哎，快点啊，兄弟们，辛苦了！马上到了，老大。
这可是过来人的呀，传家宝典。借过一下。让给我吧，我有黄金，黄金。哎，诸位，听我说啊，诸位，这醉黄泉呢，只有一坛。我家老爷说了，只有稀奇之物才可以交换。这金银宅院可算不得稀奇之物啊！啊！哎，我有。这又是何人呢？你看他拿的什么呀？100年前射耶灭国。传说中的射耶血酒，早就在这世上失传了。不过前一段时间，有一个人找出了这一坛酒。射耶血酒，这可是奇酒啊！去问一问你家老爷，他要不要？要！姑娘，我家老爷最爱奇酒。大哥，姑娘，里面请。慢着。这奇酒，我也有。不知公子带的是何奇酒？前无古人之酒啊。既然是前无古人之酒，公子又是如何得来的呢？自己酿的。自己酿的酒，那当然是没有人喝过，也配叫前无古人？随便酿的酒，怎么敢来这里献丑呢？管家，我的酒确实世所罕见，你只要瞧上它一眼，便知我说的话句句属实。哎，那请公子快拿出来，让我看一看呐。这酒吧，要再过半日才能酿成。管事的，这个人分明就是在骗人，你不用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，你把醉黄泉给我吧。半日之后，若我的酒平平无奇，那么醉黄泉就交给他人所有。管家，若是我的酒世所罕见，你家老爷子可就要抱憾终身了。行吧，你慢慢考虑。兄弟们，我们走。慢着，公子留步，那就半日。半日之后，我让我家老爷亲自品鉴二位的奇酒，这时再决定将这醉黄泉究竟交于你们谁。多谢。哎，老大，你可是学会酿酒了不，超然，时间紧迫呢，咱们分工啊。我呢，现在去买酒，你们呢找一些细竹筒、瓷瓶、薄荷叶。哦，对了，还买一些糖和盐。竹筒、薄荷叶、糖，不是，老大，这些东西可以酿酒吗？哎，去吧，别磨磨唧唧的了。你好，那个酒在哪买？那边。谢谢啊。半日已过，我看这个人就是一个江湖骗子，吹下牛皮不敢再来了。我们不必再等他了。既然如此，请。等等。老爷，客人到了。啊，让他们进来。是。二位，请进。
见过庄主。见过庄主。二位有酒？庄主，我这有一壶射夜血酒。老爷，好，不愧是麝耶奇酒，甘霖醇厚，回味悠长，很有风情啊。公子，您的酒呢？哼，庄主，喝我这酒，从入眼到入口，再到上头，才算完整。庄主，老爷，老爷。
您这是？斗如玉麒麟。歪门邪道。姑娘的酒能开胃。你做的那个墨寄托居然真的能行，我还以为咱们会被赶出来呢。老大，难怪你要买那些宽口窄口的瓶子，原来是要酒中淬酒，烈上加烈。唉，可惜啊，我都没喝上一口那个墨寄托。你们喜欢喝啊？回头给你们酿。啊？哎，这东西啊，总算到手了。哼。说话难听，又蒙着脸，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人。比输了就抢，土匪啊！把醉黄泉给我。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还想明抢不成？是。小心！老大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此人有暗器，你们小心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姐姐。哦，我随我朋友出游到此。姐，这就是萧秋水。来。啊，你整天跟着出去疯玩的，就是这个萧秋水。姐，秋水对我很好的。秋水，这就是佳界堂方。唐荣，我看你交友不慎。哎，姐，你要这醉黄泉来做什么？让开！姐姐，秋水是我朋友，你别这样。唐荣。哎，老大，超然、雨涵，咱们呢先上去给凤公子驱毒。姐姐，你就先帮老大把阴地镖取出来呗。走吧，走。开始吧。起镖前，咱们聊聊。
和你没什么好聊的。行，那就别聊了。我警告你，我柔弟心思单纯，不大认人。他现在一口一个老大的叫着你，怕是被你骗得不轻。我不管你们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日后离我柔弟远点。好玩。算你识相。我是答应了，可柔弟要不要跟着我，又不是我说了算，你得问他。这个你不必操心，答应就好。不对啊，我这里面还有。1个月后，如果你跟柔弟再无瓜葛，我就把另一标起了。小人，只能怪世事无常了。老大，老大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风公子的毒解了。嗯。姐姐，剩下的罪黄全给我。啊，那个姐，酒已经用完了。耍我吗？哦，你只能怪世事无常喽。瞪什么？是你不仁在先，好不啦？疼不疼啊？啊，疼不疼？不疼才怪呢。唐柔，你能不能把剩下的镖给老大取出来啊？真的好疼啊！不行啊，老大，我们唐门每个人的暗器都自成一派，况且姐姐她那么厉害，我要是贸然插手，您这只手臂会废掉的。那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对酒。
该死，没能及时接应公子。没想到我们权力帮内部竟出了这等叛贼。公子的毒是否都已经好了？否则明珠万死难辞其咎。因为您与紫凤凰走得最近，竟没察觉出他有什么异动吗？我宋明珠指天发誓，我对公子绝无儿戏。若公子有半点才艺，请现在就杀了我。我现在还没杀你，就不必多说。郑开阳，吴老夫人在何处？交出天下英雄令，我岂饶你全尸！紫凤凰，你们权力帮欺人太甚！我长乐镖局今天与你们拼了！应随佛。再见，柳副帮主。区一个长乐镖局都拿不下来，请柳副帮主恕罪。紫凤凰，记住，我从不给人第二次机会。郑开阳招了，但人不在这儿。他们在保镖的路上发现了吴老夫人，曾有心要抢走天下英雄令，可吴老夫人身边的阴阳神剑张灵异起了疑心，一进井中，人便跟丢了。但听说吴老夫人上了幻花剑派的马车。幻花剑派。我们还搜到了行军单，听说要交给北荒人。紫凤凰，是谁买通了你，来害本公子的命啊？
他叫我福袋。起来吧。没想到逃离追兵的同时，随手杀了个人半晌。这萧秋水竟然如此信任。宋明珠，你知不知道这江湖上有什么身份叫做福袋？不曾听过，莫非是什么官职？这萧秋水一直这样叫我，不知有何深意。英雄令很快就是公子的囊中之物了，而后再将萧家收入麾下，只看那剑王还怎么跟您斗。萧家不配入我麾下。还有笔账，要找他们算。对了，莫让剑王知晓我的行踪。这萧秋水与帮主确有几分相似。帮里只有八王几位见过我与帮主的真容，就算八王见到他，也断不会认错。不必上报，你等我消息便是。是，属下这就去浣花附近等公子消息。哎，老大，你看我这个行吗？我感觉我这个还可以。多谢诸位搭救。风兄，看你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好多了？已无大碍，感激不尽。风兄这是说哪里话？我们老大本来就在找一个叫风朗的人，没想到还真遇到了。无名之辈，不足一道。此前在下言辞失礼，萧兄却不挂于心，多次相救，实在感激。日后若有差遣，我绝不推辞。这些倒好说，重要的是，你有没有把我当朋友？现在有没有把我当最好的朋友？萧兄是风朗的挚友。好，那就好。说来也巧，铁衣神捕辗转托人找到家师，要我送信去浣花给他，正好与萧兄同行。你毒伤初愈，肯定还会有些余毒。这样吧，你跟我回浣花，我找人帮忙清送你其他的余毒，你看怎么样？好。酒呢？要是没酒，谁都别想走。姐姐，等着。能行吗，老大？
接。救！哎呀，姐姐，糊弄我呢？这都是假的。唐风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若不是看在唐柔的面子上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因为你们，我早就敲开一窍不通门了。继续做，要是做不了就别睡了。这位姑娘，去一窍不通门是要找玉知了了解些江湖之事吧？或许我能帮得上忙。你？我与玉知了有些交情，将我的玉佩给他，可以换他开一次口。就这一枚玉佩，想换玉知了开口，你也是个骗子吧？我正好要与萧兄去浣花，你若拿了无用，便可来找我，也总比在此地空耗时间要好。好，浣花剑派离唐门很近，谅你们也跑不了。慢着。等我办完事情，就带你回家。姐，老大，没事吧？你还碰我呢？不碰了，忍一会儿就不疼了。放心吧，没事的，小意思。这个玉知了，他能够打探江湖的信息，这听上去确实蛮厉害的。风兄，你是如何与他有交情的？机缘巧合，正如我与你一般，前日我们还不相识，而今不也成了朋友吗？这样。那眼下呢，我有一个难题。我这位大哥过几日就要坐上浣花的少掌门，风兄，我要怎样和我大哥争这个位置呢？你想当浣花掌门？没错。唐门唐方，求见玉门主。我这儿有玉先生固有之物，请求先生开一次尊口。
果然是公子的手法呀，既是公子的朋友，那便问吧。忘情天书究竟在哪？万花萧家，萧家。传闻是真的，吴老夫人真的藏在萧家。哎呀，拜过吴老夫人。快请坐，请坐。老夫人，您老身体可好些了？二位能容老身在此避险，已是感激不尽。一些陈年旧疾，不足挂齿。老夫人，我已接到了吴杰将军的密信，7日后，将军会派人到灵梁镇同府客栈。届时呢，我们夫妻2人会将老夫人悄悄地送到镇上，跟将军会合。辛苦二位了。自从燕匡图将天下英雄令托付于我，江湖中便多了不少腥风血雨。老身身边，即便有张大侠相护，也屡屡遇险。多亏萧家侠义，将老身藏在浣花，只怕这英雄令早已落入歹人手中。老夫人，您这是哪里的话呀？这本就是我等习武之人的分内之事。江湖藏不住秘密，我在萧家的事，不知瞒不瞒得过这剩下的7日。老夫人，江湖风雨江湖淡，您老就不用担心了，这一切都由我们安排。让你进族，你却跑到外边胡闹啊！看来我是罚轻了，这是你逼着爹爹再给你动家法是吧？来，把屁股撅起来，撅起来！对，我这次出去并非是胡闹，是有事要去办的。你什么要事？行侠仗义吗？你行侠仗义？啊，编，编得真好，我让你编。真的别的。哎，你看，一般做好事不留名，留名不做好事吗？是吗？你还真出息了。行，爹爹成全你。哎呀，打什么打呀？打什么打？打什么打呀？打什么打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干什么？我在教育他。这孩子刚回来，你又打孩子。你姐呀，在后山采了些地黄，我已经跟厨房说了，熬了些鸡汤招待你那些朋友。还傻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厨房帮忙呀！快点，快点！去哪儿啊？啊！我在教育他。你呀，一次一次的这么害他，让他的胆子是越变越大呀！你根本没有了解清楚状况。这次秋水真的没有胡闹，我已经问过玉涵他们了，他们是去指挥关龙舟了。可是你看看，端午祭驱死那本就是民间习俗啊！你还记不记得你年轻的时候，那可是年年都去。还有一年你掉的那个江里，还是我给你捞上来的。哎呀，你不要提我年轻掉江里，掉江里，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掉江里，我还有好吗我？那你说你有没有掉江里？你知不知道他的佩剑都没了？一个剑客佩剑没了，那成什么样子？我不教训他行吗？谁让你站起来的啊？我让他站起来的。你跪下，你让开！哎，要不你打我？你让他站起来行吗？闪开！你打我！给我闪开！跪下！要不你打我？快你！你呀，别以为我不敢！小兄，哟，哎呀呀，哎呀，有失远迎。
愣着干什么？快走呀！娘，我想做少掌门。秋水，说什么呢？你要跟你哥哥争吗？不要胡闹，快下去！秋水，听见没有啊？又惹我生气你！晚辈萧秋水，想争取幻花的少掌门，正好各位叔叔伯伯在这里，可否给我举荐一下？秋水，我所言并非儿戏，恳请前辈们给我一个机会啊！小孩子确实有憧憬，但你可知道，少掌门这个位置早有定论。我倒是觉得呀，此事咱们可以从长计议。秋水贤侄，不必心急。啊不，伯伯，我真的很着急。各位叔叔伯伯们，只要你们其中有一个人举荐我，给我一封举荐信，麻烦你们看看我，给我个机会好吗？秋水，并非我等不认，但是一人确实是实至名归啊。5年后，康叔叔相信你定能挑战。5年？别闹了吧！秋水，你别闹了啊！赶快下去，我们还有要事相商呢。好好想想今天自己犯的错误，快去吧！快去！走了走了，快起来快起来！哎呦，走了走了，我们先下去了啊！哎，回头再说，回头再说。走了。哼哼，犬子顽劣，让诸位见笑了啊！快快快快，坐坐坐，来来来来来，请来请。怎么回事？肩膀是不是受伤了？娘还好，我没事的。让我看看。哎娘，真的没什么事。娘，以后我一定不惹你生气了，我也不随便乱打架了。好了，快吃吧。明明，来，吃面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秋水？是娘做的面太好吃了吗？
这个味道，好久都没有吃到了。傻孩子，上个月不是刚给你做过吗？你要是喜欢吃，娘啊，以后天天给你做。谢谢你啊。啊，我已经分布厨房了，晚上啊，请你那些朋友，咱们大喝一顿。好啦好啦，你可是想当少掌门的人，快吃吧啊！我吃。这的确是。早做打算。明日我便安排。老大，你最近瘦了，多吃点。你知道我等了多久，终于等到今天了。哎，谢谢，那你就多吃点啊。我跟你说，特别是这道甜笋炒肉，我的最爱。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不对，伯母做的每一道菜都是我心心念念的。哎呀，还是你嘴甜。多吃点啊。我们家秋水啊，从小被他爹管得严，我还担心呢，别给管成一个胆小怕事的。幸亏有你们这些好朋友跟着他一起无法无天。来，伯母敬你们。来，伯母，伯母。与梁居比脚力一日一夜不曾输，因此扬名。夫人记错了，江南水多，不是与一叶扁舟比的脚力。哎呀，秋水，你看看为娘，年纪大了，记性太差了。那封公子身中何毒啊？娘，是天绝尸矛。天绝尸矛实属罕见，不知道权力帮为何会对封公子下此毒手啊？我之前同萧兄说过，晚辈看了些不该看的。你们可听过长乐镖局灭门之事？
江湖上这些破烂事儿，百姓今儿不提了啊。今天还是一醉方休。对，一醉方休，一醉方休。来，我们干一个，干一个，来，老大。谢谢伯母招待，谢谢招待。